想象一下，一位年輕人對編程一灘唔通，卻能用 ChatGPT 打造出3款熱門 App， 短短幾個月內創造數百萬收入。呢究竟係天才嘅預言，定係 AI 變革嘅神奇力量？故事嘅主角 Blake Anderson， 一位剛從大學畢業嘅青年，生活陷入困境，銀行存款所剩無幾，生活充滿壓力。但係就喺2022年11月，當 ChatGPT 震撼問世時， Blake 睇到咗改變命運嘅希望。於是 Blake 決定挑戰傳統，佢利用 ChatGPT 嘅強大能力，套殼出3款看似天馬行空嘅應用。Plug AI， 一款據說能夠幫助用戶喺約會入邊獲得最佳回覆建議嘅 AI 助手。Umax， 一個聲稱能夠為男士提供穿搭同顏值提升秘訣嘅 App。Tell AI， 通過 AI 圖像識別，幫你輕鬆追蹤卡路里攝取嘅神奇工具。儘管產品細節同現實市場存疑，但呢個故事卻捕捉到咗 AI 變革時代咁無限可能嘅精神。Blake Anderson， 杜蘭大學畢業，銀行存款唔到$100，房東催租，人生陷入谷底。如果我想用 AI 創造一個改變世界嘅 App， 該點做？用 AI 去做你覺得最唔可能做到嘅嘢。AI 真係得㗎。Blake 運用 ChatGPT 自動生成代碼，並迅速開發3款應用程式。2024年，呢啲應用上架，短短幾個月，下載數超過50萬。但係佢係點樣做到嘅？Blake 唔係淨係靠技術，而係靠行銷奇招。佢喺網絡上製作短片 ，AI 教我點樣變成戀愛大師，$50廣告費換嚟20萬次下載。呢個係爆紅奇蹟，定係行銷套路？但真相遠比你想嘅更瘋狂啊！呢個 AI 神話有幾真？呢個究竟真係 AI 神話定係真實嘅呢？相信你都有睇過各大媒體標題，唔懂編程嘅大學生用 ChatGPT 連賺850萬。呢個故事聽起來好勵志，但係當我哋深入調查嗰陣，真相往往隱藏喺細節之中。故事嘅主角係 Blake Anderson， 一位杜蘭大學嘅學生。佢並非傳統嘅程式設計天才，而係修讀數位革命史嘅本科生。然而，佢敏銳咁察覺到咗 GPT-3 嘅潛力。喺 ChatGPT 問世前，佢開始鑽研 GPT-3 API， 並被佢強大嘅功能深深震撼。受到室友嘅啟發， Blake 決定利用 ChatGPT 開發一款約會助手，應用 RiskGPT， 亦即係後嚟嘅 Plug AI。令人驚訝嘅係，佢幾乎冇任何程式設計經驗，99%嘅程式碼都由 ChatGPT 生成。為咗提升 AI 回應嘅品質，佢深入研究咗提示詞工程，讓 AI 嘅回覆更加自然。起初 Blake 喺 TikTok 上嘅推廣並未取得理想效果，但佢迅速調整策略，轉向 YouTube 投放廣告。結果短短5日內，App 下載量突破20萬，月收入達到$8萬。儘管每周$40嘅訂閱價格偏高，但 Plug AI 依然為佢帶嚟咗$250萬嘅年收入。Blake Anderson 嘅成功無疑展示咗 AI 工具喺創業方面嘅巨大潛力。然而，關於收入數據嘅具體細節，我哋仍需等待官方或獨立來源嘅驗證。同時，高訂閱價格亦都引發咗一啲用戶嘅質疑，而且呢個亦都證明咗 AI 工具嘅發展並唔係代表完全唔需要人類嘅能力。提示工程以及行銷方式都係成功嘅必要因素。所以新聞上講嘅 AI 工具對於編程一啲不通係唔正確嘅。喺呢個 AI 時代，機遇與挑戰並存。Blake Anderson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即使冇傳統嘅程式設計背景，
亦都能夠利用 AI 工具實現創業夢想。但同時，我哋亦都需要理性看待呢啲成功案例，唔盲目迷信，亦都唔輕易否定。你準備好迎接 AI 時代嘅挑戰未啊？